君子遵道而行，半途而废，无弗能已矣。2. 中庸，披姬。夫子张句辞。子成子曰：不偏之谓中，不义之谓庸。中者，天下之正道；庸者，天下之定理。此偏乃恐门传授新法，子思恐其久而差也，故比之于书，以授孟子。其书始言义理，终散为万事，末复合为一理。放之则弥六合，卷之则退藏于密。其谓无穷，皆实学也。善读者玩所而有得焉，则终身受用之，有不能尽者矣。http://www.dfc.cn/big5斜杠big2.cn/2.zhongjingha.htm。中庸第一章：天命之谓性。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道也者，不可须于理也，可离非道也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惧乎其所不闻。莫见乎隐，莫显乎为，故君子慎其独也。